Future of Work 未來嘅辦公同埋 AI 息息相關。今日同大家帶嚟嘅 HP OmniBook 7 Aero 13，重量雖然唔夠1kg，但係就搭載住50 TOPS AI 嘅算力，令到大家嘅工作模式得以進化。就等我哋嚟一齊睇下呢一部機輕盈強權嘅實力啦！佢最吸引嘅其中一個地方就係講緊機身嘅重量唔夠1kg，方便用家係隨時隨地帶住佢出街做嘢㗎。而呢個咁犀利嘅成就背後，就因為佢嘅機身採用咗鎂鋁合金材質打造而成，提供咗金屬嘅堅固同埋剛性，同時亦都打造更加輕嘅外殼。硬件配置方面 ，HP OmniBook 7 Aero 13有2款唔同嘅配置俾大家選擇，分別採用 AMD Ryzen AI5 3406核心嘅處理器，同埋 AMD Ryzen AI7 3508核心嘅處理器，高達50 TOPS 嘅 MPU， 符合 HP Next Gen AI PC 同埋 Microsoft Copilot Plus PC 嘅認證，能夠加速 AI 嘅運算，同埋用到 Copilot Plus PC 嘅功能，採用16GB LPDDR5X 嘅 RAM 同埋1TB PCIe NVMe SSD 去協同工作，為多工處理嘅效能帶嚟更強嘅體驗。就咁聽起上嚟，佢嘅硬件配置好似同 AI 又好似扯唔成關係喎。嗱，如果你哋咁樣諗嘅話，就大錯特錯啦。因為高達40 TOPS 嘅 MPU 基款都能夠支援 HP AI Companion 人工智能伴侶，仲要 built in 咗喺 laptop 之中。佢係一個人工智能問答機械人。挖料、運算、翻譯、分析，佢都能夠做得到。仲有 library 嘅功能，檔案唔會上載去到雲端當中進行 AI 嘅訓練，安全性極高，可以放心用到自己私人嘅文件進行分析。仲有 Perform 呢一個系統優化助手，佢可以用到我哋自然嘅語言操作系統設定同埋管理，提升電腦嘅效能同埋穩定性。而機殼上面亦都有專屬嘅 Copilot 掣。撳一撳就可以打開 Copilot 人工智能助理，幫大家手做嘢㗎啦。最後呢一部機嘅 port 位亦都非常之齊全，有2個10GB USB Type C， 一個10GB USB Type A， 一個5GB USB Type A， 一個 HDMI 2.1同埋一個3.1mm 耳機連咪嘅組合插孔。HP OmniBook 7 Aero 13結合輕盈強大嘅 AI 算力於一身。如果你都準備好同舊時代 say bye bye， 加入呢一個由 AI 賦能嘅 Future of Work 嘅話，呢一部機絕對係你最完美嘅起點啊！